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哋返教會聚會，無論我哋崇拜、小組、祈禱會等等嘅聚會，我哋都會以詩歌敬拜開始，我哋去親近神、讚美神。呢個表明咗咧，敬拜神係一件好重要嘅環節啊！敬拜讚美並不是咧話我哋單單以詩歌去敬拜，而其實我哋可以透過讀經啦、聽道啦、奉獻啦、禁食啦、聖餐等等，都可以成為咧敬拜嘅形式嘅。甚至乎喺我哋生活當中任何嘅時間、任何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去敬拜神。而敬拜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有一位嘅主角，呢位敬拜嘅對象就係我哋嘅上帝。就正如耶穌喺約翰福音第4章嗰度分享一樣，佢咁樣講：時候將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，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。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。我哋唱詩歌敬拜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唱卡拉 OK 啦，去表演咁樣呢，係因為咗想唱嗰首歌而去唱，又或者自己中意唱歌而去唱，而係我哋有一位神。當我哋認識咗神，知道神嘅性情，知道神嘅偉大，佢嘅敬畏之後，我哋自不然呢會發出對佢嘅稱讚同埋讚美。就正如有一首源遠流長嘅詩歌，你真偉大。首歌話：主啊，我神，每逢我舉目觀看，你手所做一切奇妙嘅大功，你嘅大能遍滿咗宇宙當中。然後佢就話：我嘅靈歌唱啊，讚美我救主我神。呢首歌講到，當人認識神創造嘅偉大嘅時候，就自不然咧會自然咁樣去從裏面發出呢個嘅讚嘆，去稱讚我哋嘅上帝。詩歌甚至乎形容咧話，詩人話佢用晒世上所有嘅樹去做筆幹，去點晒所有海洋裏面嘅水成為墨水都好啦。要寫盡所有對上帝嘅描述同稱讚咧，都不以完全去形容同埋描述上帝嗰個美好。所以話神係幾咁偉大咧？喺詩篇裏面亦都有一節嘅經文喺96篇第4節話：因為耶和華為大，當受極大嘅讚美，他在萬民之上，當受敬畏。敬拜嘅意思就正正就係話，我哋表達人對神認識之後所發出嘅反應。而敬拜呢個字眼裏面呢，原本嘅意思呢，正正就係表達出呢種嘅反應，就係咩？就係俯伏跪拜。因為當我哋認識咗上帝嘅時候，我哋就自然會向佢俯伏跪拜。更有一個嘅動作就係好願意向前俯伏去親吻佢呢個嘅動作。而英文 worship 呢個字眼呢，更進一步想表達就係呢：我哋唔單單向神發出佢值得讚美嘅稱讚，更加係講緊呢，呢個係好想同神建立一個嘅關係，係一個 fellowship 嚟嘅，係一個關係嚟嘅。所以敬拜神就係我哋同神建立一個人神關係嘅重要嘅時刻。所以我哋可以咁樣講，我哋活着就係要為敬拜我哋嘅主。所以咧，下一次我哋會繼續咧講，透過耶穌所講嘅佢嘅吩咐，我哋學下咩叫做以心靈同誠實去敬拜我哋嘅天父。而今次嘅重點，我哋一定要記得，就喺敬拜當中，我哋因為認識神而奉上對神嘅讚美，並且我哋係渴慕同神建立一個更深嘅屬靈嘅關係。